弄就对啊啦，听伊听啦，天生对。你真紧张呢，足紧张的。我买你这个钱，我要走啊！我惊阮女朋友的爸母食饭，结果伊的菜全部拢喷伫我的面头前，我拢唔免硬菜，我拢安尼。哦，这高丽菜真甜呢，好食甲口出来啦，真正有够好食。你会喙焦，我袂喙焦啦。我讲你一定会喙焦，我一定袂喙焦啦。你对不对？啊，你无管你就做管，你做管你就无管。哎呦，水啦！朋友，赶紧去做，继续收看咱的 Talk 秀台语，后一遍再见，谢谢。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 Talk 小台语。